再来看这屏东山区嘛是同款落大水后，是造成高树乡新丰川淹水，规个道路拢是土埋，连民众这厝体内底的嘛全部拢是。今仔日这庄仔内淹水总算是退去，居民是无用咧摒扫。礼拜五开始就下大雨啊，所以水就慢慢就淹上来了，这样子。家里面有进一点水，但是就是还好不是土石流啦，所以家里面清理还蛮快的啊。主要就是外面就都是这个泥浆水哈，从山上这样子流下来。因为整个那个185县道就是有点砂石淤积，然后还没有完全清理好，要么就是走旧马路回来，又或者是从宝莲禅寺对面那边有小路可以过来。对，然后其实各地都还是重工具还在帮忙清淤当中。去年更严重，包括我自己的住家，整个庭院满满的都是。好，咱会使看到这住伫咧山脚的居民呢，今仔日是趁这天气较无好，就赶紧出来摒扫，甲这店道甲厝内的土埋全部拢赶紧甲清清咧。另外，新丰川对外主要道路185这个县道呢，是有怪兽甲山鸟也出动来清土石，目前敢若开放高一边的车道会当通行。